大声朗读的过程，发现文章经文有错误要更正的话，从那个右上角3个点那边按进去，找到那个编辑文字诶，应该从前面开始。现在按哪里？重读目前的文件是按这个按钮了，按最左边这个按钮。那有重读吗 ？http 不对，这个是网址。重读整个清单要按2次啊，按2次才。http 不对啊，随机清单。重读重读目前的文件。http 可能反白的，它只有读反白的地方啊。按这个右边是在调整什么？这个要怎么按才会回到前头？编辑文字重按，按右上角3个点那边去按编辑文字现在是在反白，它只有针对那个反白的，要用抹的，用下抹到那个最上面，按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反白。心经摩诃般按2下反白，不要反白，看有没有办法全部都更正编辑文字啊。编辑文字，只有反白的地方它才会处理啊。这样怎么？右到左右不是这个右啊。舍利子色原来要舍按2利子下，要按2下，按哪里的？是诸法空相。按哪里按2下，它就念哪里了。现在是要整篇的编辑原来哪里错就按哪里。这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该是般若了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个般若念般若，所以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这个就错照见五，这就错了。你看，行深般若要把它反白，这不是反白，是反黄的。把它着色，然后按右上角3个点这边，3个点这边要编辑文字啊，这个字错啊，般若，它的中文字是般若，它念作般若，是妙智慧的意思。网络的文章也会有错误，要注意啊，这样才是正确的。行深般若念作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这样才是正确的。按那个按这个箭头，怎么变成这个排版错误了？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那怎么回去呀？怎么会变这个样子呢？那怎么回去呢？怎么没有一个返回呢？奇怪，怎么没有一个返回去呢？应该有一个返回啊。原来是这样做。按到那个字的前面，再按那个
向左箭头打叉那个图哦。难道现在已经编辑好了？那要怎么做呢？返回啊！现在已经编辑好了，确定哈。原来是被那个打字的给占住了，那按确定。